有民众伫咧高速公路镜头看到一台拖帮车，这后壁竟然挂两块大地牌啊！感觉真奇怪，就甲翕起来问大家敢有符合规定？那这高雄区的监理所就讲，大货车的车后斗用来辨识车牌号码，就要放大2倍半，放伫咧明显的所在。亲像这台车呢，做甲含这正规车牌一模一样，是无合规定的，会要求车主改善。为什么还有2块牌？高雄有民众伫高速公路顶悬雄雄影到这台白斑仔拖车的后斗，哪像都鬼怪怪。详细甲看，哪会有2块大牌？到底倒一块是真的，倒一块是假的？民众看几部也是三不章。这一边的是纸做的，这一张是纸做的。我感觉2张拢假。民众想无，即个摕影片大文去问目睭，记者根据影片内容找到当事车行，发现车行拢总有3台车有2块牌。业者讲，伊的白斑仔车拢是特殊规格，底盘价专门在载跑车。一个车牌做安尼，是因为后斗的位无够大，为了整体美观好看，都用大纸来处理。只是整体上让它好看对称，像我们不是除了说像人家性笔涂鸦这样的很难看，我们就是一个识别体系，而且就主要让人家能看得清楚。业者无歹记，不过为着好看，甲辨识用的车牌号码标示做甲真的车牌一模一样。这部分高雄区监理所讲无下规定，而且佫有可能会牵涉到伪造车牌的问题。监理所强调，白斑仔拖车后斗要做辨识用的车牌号码，无论是用擦的，还是用大纸念的，一定要放大2倍半。若是无够规通标示，冇应用的做法。伊的位若无法度去放大这个倍数的部分，也让用金属材质、硬质的材质来去做喷涂或粘贴之后，用按的焊接还是螺丝甲固定伫后壁的明显处。监理所表示，后续会要求业者甲车牌号码标示改掉，业者嘛讲会照规定办理。监理所强调，无论大货车、小货车，后斗车牌号码标示，拢有相关的规格甲特殊状况的营运做法，都是袂使做甲真的车牌一模一样。记者柯家族柯超阳高雄采访报道。